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2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2篇，出埃及记第19章第9节到25节，希伯来书第1章23节到2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看见。旧约传统在犹太人，他们如果看见了上帝就会死，因此我们也看在圣经里面，在会幕、会堂、圣殿的建筑里面，要进入这个至圣所，中间都有一个隔离的布幕，没有人可以进去，也因此祭司在他们的衣服底下，这个袍子的下摆都会挂上铃铛，因为万一祭司不得上帝的喜悦而暴毙，就没有人知道。这是旧约传统犹太人对上帝的认知，但事实上，上帝并不是这样的不通人情，或是非常凶恶的上帝。如果上帝真的不让人家看见他，那么他就不需要向人们启示他自己了，他更不需要大费周章的差遣仆人、先知，更不需要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。然后他又告诉我们，他就是那一位以马内利的上帝。但是我们与上帝之间仍然必须要有界限的，否则的话，人们就很容易越界，扮演上帝，在伦理学说的 play God， 而得罪了上帝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对于上帝并不了解，也不够认识，他们的生活仍是埃及化的生活，他们没有亲近上帝的圣洁。这个我们可以从随后的这个上帝颁布的十诫当中看到。虽然人跟上帝之间有界限，但是人们又如何能够看见上帝呢？事实上，在西乃山下的以色列人民，他们都看到了上帝的临在，只不过是不同的角度。摩西和亚伦他们上山，事实上也没有真正的看见上帝的面，但是呢，的确的，他们是比祭司啊，还有以色列人民呢，离上帝近了一些，更亲近上帝。在西乃山下的以色列人民，其实他们仍然可以透过如同窑烧的烟雾啦、火啦、雷声啦，还有那种闪电啦，其实这些都是上帝临在的一个记号。圣经说，第3天早晨，雷电交加，一朵密云在山上出现，号角声大响，营里的人民听见了都发抖。摩西率领他们出帐篷来朝见上帝，他们都站在山脚下，整个西奈山被笼罩在烟雾当中，因为上主在火中降临，这烟像窑里冒出来的浓烟，
全体人民猛烈战斗。这时号角的声音越来越响。摩西讲话，上帝用雷回答他。从摩西的年代开始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已经从这个族长的时期脱离出来了。上帝不再亲自的与人说话显现，而是透过中间的代言人，有先知的角色，也透过祭司来献祭，透过士师来领导。因此我们知道人跟上帝的距离开始加大了，因为人们已经离开上帝了。既然有了代言人、代表人的出现，那么表示人跟上帝的距离更大了，不亲近了。在出埃及19章的经文，我们看到了摩西，他就是居于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，他就在那边传话。我们看第9节的经文，摩西把以色列人的话回复了上主。我们也看到的14节、15节经文的记载，摩西下山吩咐人民，要他们洁净自己，准备敬拜。于是他们洗涤衣服。摩西告诉他们，到后天一切都要准备好，同时不可亲近女人。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了界限的事情，除了地上的界限，还需要有洁净自己的界限。就如同在出埃及记第3章，上帝第一次呼召摩西的时候，他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。人们要自我洁净，成为圣洁，才能进入上帝的地方。圣经说，上主对他说，你下去警告人民，不可超越界限来看我，否则会有许多人死亡。就连祭司也必须先洁净自己，才能走近我，否则我要惩罚他们。从圣经、从信仰的角度来看，信心并不是那种眼见为凭。虽然旧约的犹太人被禁止跨越那个界限，但这并不代表上帝是不存在的。希伯来书第11章非常强调信心。第1节说，那么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，对不能看见的事有肯定。和合本的翻译是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今天的经文也是这样的一个描述。由于信心，摩西出生之后，他的父母亲看见婴儿俊美，把他隐藏了3个月。他不怕王的命令。由于信心，摩西长大后拒绝被称为埃及公主的儿子，他宁愿跟上帝的子民一同受苦，不愿意在罪恶当中享受片刻的欢乐。他的眼中，为弥赛亚受凌辱，比埃及所有的财宝更可贵，因为他盼望着将来的奖赏。由于信心，摩西离开了埃及，不怕王的震怒，因为他似乎看见了眼睛所看不见的上帝，坚忍到底，
不肯回去。由于信心，他设立了逾越节，并吩咐将血洒在门上，使那执行毁灭的天使不至于杀了以色列人的长子。虽然以色列人并不认识上帝，但是透过摩西的父母亲的信心，能够使摩西的性命得到保全，又让摩西在王宫里长大，不需要担心在成长时期被发现、被杀死。后来摩西的心里也看见了自己的同胞被欺负，而挺身而出。他逃离到米甸的旷野，又遇见上帝，看见了上帝给他的呼召，看见了上帝的应许拯救，甚至就以色列人经历逾越节而脱离死亡的威胁。以色列人虽然不认识上帝，却凭借着信心而看见了上帝的保守。这正是我们基督徒所要学习的。特别我们经历了3年的武汉肺炎疫情，应该更能够体会。诗篇第2篇，列国为什么妄图叛乱？万民为什么虚幻策划？他们的王侯蜂拥而来，他们的执政者一起筹谋，要攻击上主和他所选立的君王。他们说，我们来挣脱他们的束缚，我们来推翻他们的统治。上主从天上的宝座发笑，他讥笑这些人的愚蠢，他在烈怒下告诫他们，在气愤当中他们惊惶失措。他说，在锡安我的圣山上，我立了我拣选的君王。那君王说，我要颁布上主的命令。上主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天做了你的父亲。你求，我就把列国赐给你，全世界都要归属你。你要用铁碗统治他们，要粉碎他们，像粉碎瓦器一样。王侯们要谨慎，执政的要受教，要以敬畏的心侍奉上主，战战兢兢，俯伏在他的面前。不然他的震怒急如星火，你们要突然死亡。向他求庇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感谢天父拯救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受呼召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信心的看见你的救恩，让我们蒙恩得救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